新聞頭起先來看彰化，昨暗有一個查甫人駛火車，結果煞常失控，去弄到路邊的電火條甲火鍋店，造成2個人死亡。一個駛車的查甫人做喙瀾快篩是陽性，確定是食毒駛車，當場就予警察抓走。半暝一台火車突然失控，弄入路邊的電火條甲火鍋店。店頭準備要休困80歲姓林老先生，一家伙仔3個人等伫門口咧抬槓，直接轟隆着造成2死1傷的悲劇。有一部分撕裂傷，因為80歲的傷者呼吸脈搏結較微弱。途中轉為歐卡。代志發生在2日暗9點外，地點位於彰化市中南路3段。姓林的老先生甲56歲大查某囝轟隆，頭受傷當場無喘氣心跳，送醫急救雙雙宣告死亡。69歲姓黃的後倒骹骨頭窒去。3個人迄暗時來到現場第2競賽開的火鍋店抬槓，野隨的火車車頭有明顯的火跡。48歲姓李的駕駛卡佇駕駛座，消防人員破壞車門救出。毒品喙瀾快篩陽性反應，獲警員當場逮捕。那個叫人毒駕，就是毒駕，然後整個人都是很恍神啊，都整個人都不知道怎樣啊。毒品唾液快篩陽性反應本分局立即將駕駛人以現行犯逮捕，調查後將依涉嫌違反刑法第185之3條公共危險毒駕罪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這是第這個月測試中華路橋2死2傷車禍了後，彰化市單過第2件毒駕重大交通事故。確實野事的原因也有待調查，警方後手將姓李的駕駛以刑法公共危險毒駕罪嫌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記者綜合報道。